去哪里哈？好，今日咱到25节啊，25章吼，马太福音，这是咱做识的吼去讲到讲耶稣甲伊的门徒讲，恁若食的做伫阮中间至美事一个，就是做伫我的心上吼。咱基督徒已经对这段经文做识，啊，毋过今日我试看卖啊，用另外一个角度，咱来讨论这段经文吼。马太福音对24章开始，吼，对24章开始，耶稣伊论讲啥物代志？伊就讲到，因为伊学生咧问，所以伊就讲到这个世界的结束，吼，啊，讲到基督搁来，吼，讲到伊人子来临，啊，搁讲到讲这个时阵无人知影，吼，虽然咱会当知影要来啊，啊，毋过无人知影。什么时阵是世界的结束？吼，啊，在讲了以后，这个被当作是末世论来传讲。讲了以后，耶稣佫讲几个比喻，讲几个比喻吼。一开始讲到这底比喻，讲忠心甲无忠心的奴仆，吼，啊，迄个不忠心的仆人，伊咧要讲啊，这个主人会较晚来。所以就开始啉酒啊，拍其他的奴仆吼。所以这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是啥物货？10个童女的比喻，大概在述路的比喻，大家都嘛知影吼。就是其中有5个，因10个人摕火把要去迎祭新郎，啊5个无准备油，加准备油，啊5个有准备吼。这第2个比喻，第3个呢？第3个是按才干管理家业比喻，就是咧讲5000、2000、1000，安尼有几一个？吼，一个主人互伊的3个萝卜5000、2000、1000，互因去做，家己去发挥，吼。啊，5000个趁5000，2000趁2000，啊，迄个1000个咧，家己的钱啦，待伫土里，吼。好，这第3个比喻。第4就是咱今日的经文，吼。第4个就是咱今日的经文。第4个就是咱今日的经文，山羊甲绵羊的比喻，好多咱会长老已经念过吼。好多有真少听无？讲需要我阁讲一届？毋免吼。这第4个比喻，好，这4个比喻内面，其中2个无合格的，不合格的那2个，圣经。伊的描写是讲，遮个人要提靠加刺激，要提靠加牙切齿，切齿吼，加牙切齿。两个比喻讲到，若无合伫上耶稣的主耶稣的心意，因要提靠加牙切齿。啊，搁一个，其中有一个是讲到耶稣讲。我无认捌恁，吼，嘛是赶伫外口吼。啊，最后咱今日即个经文所讲的，看我遮啦，哈。最后咱今日即个经文咧讲的是讲，恁遮无甲遮个代志做伫我兄弟中间上至微细一个，恁会去安怎？要甲恁放伫迄个永远的刑罚内面。吼，伫外口的所在，永远的刑罚，永远的刑罚。吼，所以咱看到这4个比喻，其实这4个比喻内面，无合伫主人，无合伫主耶稣的心意的，他们下场差不多，对无？吼，拢是放杀伫外口。吼，无论你是家己切齿，也是永远的刑罚。吼。也是讲的，耶稣讲我无认捌恁，同款他们的刑罚是很像的，他们的结果是很像。啊，毋过吼，咱转来看一下，咱来思考一下，遮个无合伫主心意的人，因有即款的结果，因是做啥物代志？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因遮人是毋是去奸淫掳掠？有无？有无？有去做？豺狼放火的代志无？无诶，圣经毋是咧讲这呢。头一个是安那？
伊是要迄个主人会较慢来，所以去做恶做歹伊个做歹就是啉酒，应该本来应该好好管理伊下面遮个奴仆，伊无，伊啉酒无好好管理颠倒欺负甲因拍，好，伊做迄代志。第二，10个童女的比喻，伊做啥物歹代志？伊毋知影新郎当时要来，伊无加准备遮个油，没有精心准备，敢有做其他的歹代志？无呢，滴到迄个主角讲，我无认捌你。来，咱来看第三个。那第三个呢？遮个无合你主心意的人，伊是做啥物代志？第三是做啥物代志？伊无明白迄个第三个萝卜，无明白主人的心意，敷衍苟且，敷衍苟且，敷衍苟且。本互伊的1000块，却代伫土里。无去运用，敢有做啥物歹代志？有无？伊有甲1000块摕去花天酒地无？无呢，伊做谨慎，做无当的，甲代伫土内面。第四个做啥物代志？第四个例子，因是无明白主人的心意，伊无做伫兄弟中。上至微细者的心上，敢有讲遮个人，要互耶稣基督讲要甲放伫永远的刑罚的人，遮个人，敢有讲因去做啥物歹代志？没有咱若要来甲归纳起来，这4款人有一个共同点，敢若有一个共同点，因拢是互上帝采用的人。因会当啥物货？掌管资源分配的管理，然后因煞无尽因的本分。咱若要归纳这4个比喻，其实敢若会当得到即款的结论尔。因真正无去做啥物歹代志，做啥物真正欺负人的代志。也是去甲人压迫，除了咱第一个，伊欺负本来要好好管理的奴仆，伊无安尼去做，伊去第一个伊是欺负伊遐管理的，好好对待遐个奴仆。其他咱若看这4个比喻，耶稣所讲的，因拢无去做啥物介过分无好的代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因遮个人。是互上帝采用的，毋过因无尽因的本分。因会当有资源，因会当有权力，应该去做一寡代志，因无做。敢若因为因无做，因的结果是要放伫永远的刑罚。因的结果是耶稣甲因讲：我无认捌恁。因的结果是伫黑暗中爱家己切起，这是一个足惊吓的比喻的故事。毋过咱若颠倒来看一下，他倒是看因无做啥物货。咱即摆要来看一下，到底咱互主耶稣基督要求啥物货？就是讲这4个比喻内面。到底是要求咱要做啥物代志？第一项，主人敢若是望伊即个家仆，应该是一个 manager， 仆人的主人，他要按时分伊所交伫伊手中的遮个食物，安尼粮食，安尼有介过分无？过兄姐，互你的管理是这，你好好去甲做出来，安尼尔。圣经讲，主人看了足欢喜。好，10个童女的比喻内面呢，伊所爱做的，伊所爱做的，伊的本分，就是他的灯火，他的火把，伊伫外口迎接天后，迄个新郎爱来，因为无人知影新郎当时会来，所以就爱搁加准备油，莫互迄个火花去，
啊，你有做过分无？各位兄弟，无呢。啊，若要做这份，应该安尼做，安尼来准备。到底咱是去要求啥物？第三个比喻是圣经是讲，咱是按照自然是按照因的财能分互因遮的钱源，互因去做生意。所以我们是按才干，咱得到上帝的恩赐伫咱的身上，咱的能力，咱的气力，咱着尽力来服侍，毋是甲遮的所得到的待伫土灵内面，尽力来服侍。其实无要求啥物过分，啊去做啥物代志。上尾，这个比喻内面所要求咱的是做伫咱中间至微细的一个的身上。所以呢，安尼看来，这四个比喻，我们到底要求什么？其实一句话而尔，不过是尽本分而尔。无要求啊去做啥物做伟大的人，也是做啥物像齐克果讲的一个骑士 knight， 无做一个尽咱的本分而尔。尽本分，咱按下去吼。若要讲到尽本分，你做遮的代志，都毋是为着迄个报酬，吼，不是为了报酬，吼，按下去，吼，毋是为着你的名声。也是要得到什么款的利益？甚至各位兄弟，我要搁来讨论一个概念：你尽你的本分来，毋是为着家己啊。为着家己，咱会当讲啊，今日袂爽啊，心情啊啦，无好，就无爱做啊。吼啊，身体感觉无舒适，心情压杂，无爱做啊。毋是，你若是爱尽本分，你嘛毋是为着家己，嘛毋是照家己要做无爱做来做。第四项嘛毋是为啥物货？别人来做礼拜是妈妈讲的啦。好啦，尽我的本分啦。妈妈安尼讲着尽本分，毋是你若要尽本分，嘛毋是为着别人。各位兄弟，咱若是要尽本分，是因为啥物货？因为咱知影，咱承接上帝的恩典伫咱的身上，是因为咱知影，咱受到主的看重。像迄分着5000的，伊清楚，伊会当分着5000，伊知影主人知影伊的财政，主人知影伊的路用有够5000。所以，伊好好啊尽忠，知影主人看重伊。咱尽本分是知影主大天气气力在连伫咱的身上。上尾，咱知影咱尽本分，其实是为着主。基督徒，咱是为着主来尽本分。好多我讲，这四个比喻会当。有这样子的归纳的结论，上帝的要求，其实敢若是叫咱尽本分尔。啊，毋过今日的经文搁加一个怪怪的所在吼，咱看者。今日的经文搁加一个怪怪的所在，咱爱尽本分。吼，头前三个拢无去讲到的所在，就是尽本分，迄个对象是啥物货？是啥物人？吼，头前讲到迄个。无尽忠的仆人，无特别去讲啥物人，吼，其实故事内面这清楚，吼，要为主人尽忠。10个童女的比喻，爱尽本分，吼，压制迄个新郎。第三个按才干分配这些钱财，在奴仆爱尽本分、尽忠的为主人来做。啊，毋过山羊、绵羊有一个迷惑。就是当遮的人，主要说讲，恁毋是绵羊，恁是山羊的时阵，他们感到的是疑惑，因为耶稣讲：我要的是你无互我食，我喙焦的是你无互我啉。遮人有问一句话呢？遮人问啥物话？主啊，阮啥物时阵
看到你枵，也是喙焦，也是出外，也是脱肉体，也是破病，也是伫家里，来无服侍你啊！这人的回答其实介清楚的是咧讲啥物话？就是讲主要说，阮若看到你有需要的时阵，阮的确要来安那服侍你。啊，毋过阮拢无看到啊，阮无看到你，你的枵，你的喙焦，你的脱肉体，你互关去家里，也是安怎？拢无，阮拢无看到，所以阮无来做遮个代志。阮是要愿意尽本分的人，啊，毋过我无即个机会来尽本分。这是这个4个比喻内面上尾啊，这个伊加要讨论的代志。咱对这头前3个比喻，咱拢知影爱尽本分。哦，而且咱嘛知影尽本分，毋是因为有报酬，毋是因为要赢名声，毋是因为我家己哦有欢喜要做无，毋是为着别人来做。尽本分是为着主，因为咱知咱是有满满承接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好好尽本分。头前这3个就会当看到这个结论，啊，毋过第4个是，佮加一项要互咱来讨论、互咱来思考的。讲我要尽本分，啊，毋过要对什么人做遮个代志？要对什么人做遮个代志？主要说讲，伫遮智微世的人，做伫我智微世的人身上，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所以基督徒拢会去看后面即句对无？吼，咱做伫智微世的代志，身上的代志，就是做伫主耶稣的身上。很不幸的吼，耶稣毋是要甲你讲这，重点毋是要甲你讲这，把它划掉。耶稣重点是要甲你讲的是，你爱做伫智微世的人的身上。即摆咱基督徒吼啦，因为即个比喻开始心内底计划，即摆吼，我要特别来找迄个智微世，因为迄个我若去对迄个智微世好诶吼，对因好，耶稣就会甲算伫对。耶稣就会甲我做的代志算伫伊的身上，做伫伊的身上，吼，这样做事情要有效率，对吧？好，我有限的资源、精力跟时间，我一定要来找什么货？什么货啦？智微世，这样有没有比较划算？有无啦？哦，啊，迄个启明就毋是智微世的啊。吼，要大琴去引导，进去生一个囝，呵，这毋是智微世，莫甲听伊，对无？好，我们都不要理他，咱来找什么货？找智微世来做。各位兄弟，咱基督徒若即款的盘算，就规个乌有去啊？毋是。我们看下去，坐在智微世的身上，毋是要为着，他都讲的，不是为了报酬，不是为了名利，毋是为着家己，毋是为着别人，是为着啥物货？是因为看到迄个智微世的需要，啊去照顾着迄个智微世的需要。听一下，我们看到那个人的需要，啊去 fulfill 他的需要，这是主耶稣基督。伊要教示，伊要要求的人尔，就是讲，各位兄弟，咱要尽本分，其实爱会当看到啥是智微世，会当去甲咱的资源、咱所有的分享，或者个智微世，看到因的需要。其实咱会看到无共款的事，无共款的人，徛伫在时啊。来祈祷会的时阵，我看到一个兄弟吼，伫礼拜堂内面翻箱倒柜吼，啥物翻箱倒柜啊？伊甲迄个椅仔的遐圣诗圣经安怎啦，搬出来吼，啊，放伫椅啊，啊，一个一排一排咧搬哦，啊，咧敲，我讲，我讲这个兄弟他一定什么东西吼，放在这里，对不对？上个礼拜做礼拜。放在这里啊，这个礼拜来找啊呢，对不？是不是啊？啊，你也太晚了，
隔1个礼拜要找什么？啊，我去看，哎呀，毋是咧找物件，摕一个桌布伫遐咧清咧，我就伫后壁看一个，看一个时间，我甲问讲啊，你在干什么？我在擦桌椅为什么？他回头看我，没有为什么，他就擦桌椅，害我今日早时啊心情都很好，心情拢做好诶，心内拢做感动诶，没有为什么，不是为了什么别人做这件代志。各位兄弟，这位兄弟在创啥？他在尽本分啊，是不是？伊敢讲伊看到，他在尽本分，无拍算，伊转身，一个煞变2个，2个兄弟在干嘛？伫咱的礼拜堂内面啦，擦桌椅。各位兄弟，你真济伊拢试过呢，有要感谢一个无？我才不告诉你是谁嘞吼！但姐一说，他们要害羞，下礼拜就不擦了。重点唔是要试啊，唔是唔是。各位兄弟，重点是因在尽本分，因看到有需要，因去 fulfill， 因去完成这款的需要，别人的需要。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要求的，唔是要做互人娱乐，唔是要做本大爷的爽卖，唔是要做安尼做会得到啥物报酬、报酬，也是要做有啥物名声。各位兄弟，你是啥物货？你是什么样的职分，你就去做这个本分。这就敢若这个4个比喻所讲的，唔是因为你讨厌什么人，所以你无爱尽你的本分；唔是因为你的意见甲什么人无共款，所以你无爱尽你的本分。唔是，这就是本分，这就是主所要求咱的本分。无要求介济，甚至是这个经文内面无要求你去顶十字架，无要求你去牺牲你的性命，无要求你去做啥物超过的代志。至少伫今日的经文，也是这4个比喻内面，主所讲的是敢若尽咱的本分。今日的经文加一项，爱看到人的需要。我会用一点点时间，受不了，因为受不了。这2、3年来，我一直在讲的一个概念，基督徒你若认为传福音最重要，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叫做传福音。我讲好多遍，不过都被骂。我要讲基督徒传福音，圣经所教示的，绝对不是跑去跟非基督徒讲上帝的话。然后劝他成为基督徒。各位兄弟，圣经无这款的教示，你要安尼做会使。可是我可以跟你讲，这是我的本分，我是牧师，我跟你讲一个清楚的教导。圣经没有这样子的教导。圣经所讲的传福音，绝对不是跑去非基督徒面前跟他讲上帝的话，然后劝他成为基督徒。无这件代志，无这件代志。我给你暗时啊。美底济南教会有一个神学礼拜日，就会讨论到何谓传福音。6点半，咱若有时间，会当听来济南教会听我讲，什么是传福音？拄拄啊好，伫即今日的经文有讲到，啥物叫做传福音？咱知影福音 （Evangelion）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叫做好消息，好消息。所以传福音就是咧传什么话？好消息，报好消息。今日像主要所讲的，你若看到兄弟内面智微细的人，有一个人伊巴肚枵，各位兄弟，
伊的好消息是啥物货？穆恩巴都要。穆恩的好消息是什么？伊对天好的好消息是什么？泡掉穆恩巴都要，然后你跟他说：穆恩，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爱信主耶稣基督，你会当入天国，是不是好消息？不是，这不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消息吗？其实穆恩的天好什么好消息？卤肉饭啦，咖喱饭咱无顺有较知影穆恩爱食咖喱饭迄个咖喱饭就是他的什么好消息啊？日新即马日新的穆恩边仔迄个查甫。日新即马好喙大到要死，他跑5000公尺，安尼好做喙大。什么是他的好消息？唔是，基督徒就甲讲，日新，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若信伊，就会当入天堂；你若无信伊，你就安那下地狱。各位阿姐，日新的好消息是什么？水而已啦，就是水啦。基督徒很坚持，咱基督徒很固执，我不给你水啦，水没有用，水不会救你，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救你，对吧？什么是好消息？你看到咱今日经文所讲的，主耶稣基督无要求咱去做啥物代志，就是讲，当你看到有人枵，你互伊食；你看到有人喙焦，你互伊啉；你看到有人脱肉体，你会让互伊穿；你看到有破病。你看到红乖家，你 fulfill 你好完成他的需要，安尼就是咧创啥？安尼就是咧报好消息，互伊知影。可是我们看错了，咱基督徒看唔对啊。我们只有咱跟他一味啊，我们只有一味，味道的味，咱跟他一味，一味药啊会当救所有的病，无管你有啥物需要，我这味是啥物货？各位阿姐，无管啥物需要，咱基督徒这味是啥？爱信主耶稣基督。当然啊，爱靠主耶稣基督，会当称义，会当成圣，这是最重要的。不过，咱到底有看到伊的需要无？我们有没有看到日新跟穆恩的需要？咱有看到咱伫咱的边啊，不起眼的兄弟姊妹，伊不是大长老，伊不是大执事，他不是大牧师，他不是社会上什么重要人物。让我看到伊的需要不？各位啊，我不是在责备，我是在看我自己。我嘛无容易做到。我讲一个我最近一直想做未做到的代志。咱有一个 homeless 拢做爱，一个街友拢做爱起来，咱的教会啉咖啡啊。之前的保全其实。有人说他很尽责，对他真的很尽责哈。之前保全他都会挡他，不会起来，因为夜吵，他有臭味，拢欧密嘛，然后他就会等保全不在，才偷偷冲上来喝咖啡，咱今麦这个保全拢会度孤啊，你也看到在弄度孤哇这个街友就很放心，可以常常来喝咖啡常常来喝咖啡我拢会看到我有物件我就会分伊食，我会甲伊讲一句话，我讲你要不要洗澡？因为伊坐伫教育厅，我伫办公室就闻到伊的味啊，要不要洗澡？咱浴室有洗澡，有浴室可以洗澡，伊不好意思，唔免洗。可是我后来在想一件问题伊穿安尼，伊的衫就乌密麻，伊鞋破空衫拢伊洗了咧，洗了佫穿回去吗？
所以如果我要他洗澡的话，我要怎么样？我要帮他准备衣服吧，对不？好，我每次都这样想，对我下次我那阿拜吼要叫伊身躯，我要甲准备啥对不？吼，啊，不过我拢袂记住。啊，即马看到伊较想着讲要叫伊身躯，啊，即马若要讲，我就想着啊，伊就无衫。各位兄弟，我连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好，你知不？尽我们的本分，看到人的需要，咱 fulfill 伊的需要。其实主耶稣基督根本无要求咱做啥物大代志，你知无？成为福音传遍世界的宣教者，拢无。敢若讲，你是啥物积分？你有啥物